因为技术的问题，有2个美国的太空人即马留伫国际太空站。本地是好讲明年2月就当甲因送倒来地球，也毋过即马 SpaceX 因为 NASA 这项的载人任务有去延前着，所以倒来时间也搁爱延后，上紧可能爱等到明年的3月份。美国太空人威廉斯甲威尔摩今年6月坐波音公司的太空船乘坐飞机到国际太空站，不过因为飞行期间太空船出现推进器故障这问题，NASA 因为安全的考虑，决定让乘坐飞机空装转来地球。2名太空人留伫国际太空站，等到明年2月，甲 NASA 9月 Crew 9太空任务送来美国太空人希格甲罗西亚太空人戈布诺夫斗阵回航。这个原定8天的太空任务将变做9个月，没想到 NASA 伫18公回航的日期还搁再延期。Spaceflight is difficult. It's a lot harder than I think people realize. Like NASA makes it look easy because they just like keep sending people up and keep sending people up, but like actually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to it, and so sometimes this kind of stuff is going to happen. 原定明年2月载运太空人到太空站轮调，并且甲威廉斯这4名太空人在等来 Crew 10任务团队上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船一平。不过全新的天龙号太空船需要更加多时间来准备，所以讲发射时间延后。威廉斯这人回航时间上紧嘛等到3月底，甚至到4月。时间一直延后，取得各界关心。不过2位太空人讲，因的身心状况拢真好。Things that we always miss our families. I miss my 2 dogs. I miss my friends. But you know what? Like Butch said,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on Earth that are sending us messages, and it makes you feel just right at home. 今年11月，国际太空站接受过2批补给，所以讲食物、水、衫裤也有勇气这必需品拢无欠缺。内底甚至要庆祝耶诞甲跨年假期的物资。NASA 讲，一般太空任务一抓持续6个月，少数继续到1年才久。所以讲，威尔摩甲威廉斯的停留时间无伤大的问题。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